观众朋友，今日个好唔欢迎收看《福起来》，系阿明哥刘浩明。你今日邀请到来宾哦，伊即个系111年史托奖嘅得主，伊最主要系推动我哋弱势学生嘅发展技能，也部分得到我哋嘅史托奖。同时，伊睇也为人类世界嘛成立的全国第一的客家课程中心。同时把我哋91年生到96年生的学语补充教材提完成了。我哋今日马上来欢迎今日来宾，我哋屏东重新国社的陈淑菲陈先生来到我现场。高总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係來自屏東重治的陳淑菲。高總啊，請問一下吼，因為像我哋安陽強去做高中吼，你嘅中間有去過其他學校嗎？有，我睇咧高中嘅學校係喺高水新南結社，嗰個對嘅服務半年過後來到也屏東嘅重新結社，那今年係喺對重新嘅第4年。初頭都我哋有講咯，你係111年嘅史托獎嘅得主嘛吼，其實也真係冇簡單嘅一件事情。咁當初我得到史托獎，人講評審本嘅一個，你講一個內容係乜嘅咯？有一個課程中心吼，應該要感謝咱的潘孟安縣長啊，因為伊想講一個族群呢同等性個重要，所以希望咱的學生對漢社就可以有接觸客家文化，所以成立課程中心的基地，所以馬去敢拿出現款，1年860萬來做一個課程中心，所以有一個經費，所以我可以編一個教材。嗰本評審看到。咁從即個因為講我哋身為的客人啊，吼，總物嘅我哋屏東縣除咗講我哋導演融合以外，從有嘅我哋講客家嘅課程中心，對於我哋客家嘅課程嘅變化有乜嘅重要嘅地方咯？嗰當然講語言嘅鍛鍊吼，跟文化思路對我哋也一推發生。講我就想講，用嘅縫合跟接續，嘛係我哋也一推。也帶責任，我也係想講，佢哋可以做高中，我想用嚟做高中嘅一個力量吼，跟一個族群融合嘅種子、客家文化嘅種子，對生年的1年生就可以是扎根這樣。可是因為課程中心、客家課程中心嘅話，伊最主要睇嘅功能都變相我哋講我哋教材係咪？對。伊就係去收集各個教材，不只寫屏東縣哦，俺哋嘛寫台灣全省的客家人的名人故事啊，俺哋客家出來的名人啊，個俺哋客家有來的古蹟，也有世界偉人，個用嚟跟國際接軌，都對俺哋的課程裡面。嗰就等於如果因為課程的設計吼，我哋教材的設計啦吼，唔單止係講我哋屏東縣自家嘅6隊客家人，而嘛講其他北部客家人、全世界客家人，希望講我哋客家生意呢可以因為也為客家教材，可以唔單止去了解自家嘅本土，了解自家嘅也為台灣，同時嘛可以去了解世界嘅客家，我講客家嘅世界。咁將當初一變相是花久嘅時間。一個藝術教材，按呢花為將近1年的時間，都開始收集，都開始正式編寫。嗰每1年都請一個專家學者，按呢從他審議，對，按這樣1年。咁當初因為我哋講小學1年生到小學6年生的補充教材，一補充教材，因為講補充教材嘛，咁補充教材其實內容係涵蓋到嗱，我哋呢書方嘛有下，還是講讓其他部分人咯。重新對個人開始變，對個人開始變。嗰一個藝術教材吼，包含了有個廣，俺哋不能夠給定位為補充教材。唔過專家學者來審議過，伊講到俺哋一個教材其實可以完全取代呀，小學用嘅藝術課本，所以俺哋就冇很多補充教材，很多屏東縣客家本位藝術教材。對，一部分啊吼，我係咪請我哋咧教授咧同人哋說明下，因為講唔頭都有講到一句話講，因為伊已經同我哋咧研究教材同樣啊，嗰屬於咩人嘅補充教材，好，又變成一啲客家本嘢藝術教材。佢一開始我哋變咧，譬如講國語嘅部分咯，做乜嘅而話係一啲補充教材？因為國語吼，它
我们虽然也有依据课纲来编，不过给你不管是字词字品，都有一定的标准，所以以后还给你还在考科，有一定的考试的进度也得有压力，都没办法像艺术教材，能可以跟文化融入到底部，就可以取代原本的教材。对。按你讲啦吼，因为我哋同我哋觀眾朋友小解一下講，做乜嘅我哋咧國語嘅部分係補充教材，但是到藝術文化時節，我哋係啲客家本地嘅藝術文化教材，係咩意思講？因為國語有以規天咧，教嘅詩啦，吼，教嘛東西係用法語為主嘅，嗰時而且同時也可能會有考試嘅問題，嗰時我哋用去變，我哋冇辦法去變成一啲正統嘅一啲教材，只是可以講也係客語嘅補充教材，但是當藝術文化時都冇咁樣嘅，好，亦都變成會多樣，同時嘛冇唔是考試，但是同時我哋把變得改好，最主要變得改好啦，吼，我哋講多樣性改態，喏，變得改好，嗰時都變成講，而這個變成這個係一啲客家本地嘅藝術教材，這個都變成一啲教材嘅，唔單止係變成一啲補充教材，係咩嚟講？係，因為一個藝術教材吼，嘛係符合教育部的課綱之外，以嘛融合表演藝術、視覺藝術，還有聽覺，所以所有安尼結合而教的藝術元素，攏對一個教材底部。可是我編一本書其實冇簡單嘅，真的。係，因為等於講，其實教育部規定呢條路唔可以行偏。好，你像頭先講啊嘛，一個指引。好，第一條路底部要按納入我哋客家嘅元素。好，嗰時等於你講，其實嘛唔可以走出幾條線，但是又要有客家文化嘅一啲特色。佢當初喺編入嘅，我哋講客家本地藝術教材嘅時節，前面咧我哋講計劃嘅時節快久啊。計劃嘅時間大概嘛有半年，也哈對，而且重新編，喺國語加藝術教材要不要繼續對重新編？然後那個現款的籌措，其實也沒教育部的那個部款哈，所以光是現款就是要用到我們縣裡的自己的款項。那潘孟安縣長他也宣示說，他對於這種多元族群文化保留的決心，所以他就說他拿出現款。我想一個應該係在全省第一個縣市去改用現款來編一個教材嘅，對。佢從你編下線上差唔多搶幾多呀？10倍。編下搶10倍啊！有10倍地方有包括畫圖嘅人冇？有美編、文編、排版。嗰時10倍人，按時候嚟，用人事經費其實有部分都幾多。差唔多一年200萬。係啊，真的是要花幾多錢。但同時講，也10倍人一定作為一啲課程嘅內容來講啊，因為今日看到嘛，由1年生到6年生全部有嘛嗬。咁一課程開始天以前。乜人嚟嘅聽講，譬如講，小學第1年生，學埋嘅2年生，學埋嘅第3年生，學乜人嚟嘅聽安尼嘅課程會有。我有一個審議編審委員會，我根據教育部嘅課綱，看3年生嘅生藝藝術嘅教乜嘅，就會根據一個來做，所以請嘅評審有在地嘅，像高雄市嘅各種各社嘅課餘實驗小學校長，或者像龍都嘅時候，他們推廣稻米啊什麼。食農文化很有名的校長，嗰安尼嘛請美編，就請到屏東高雄大學嘅那個教授，嗰音樂嘛還請也有教授，就是安尼的評審而能夠經得起公平這樣，所以光是評審就涵蓋了各個領域。從入嘅國語編寫過程地步呀，你這個英語講其實遇到最大嘅困難係嘛？抄襲。乜個意思啊？乜叫抄襲啊？我就是按你在編寫過程底部，佢講編寫人員哈，因為有時候想不出來，或者是在創作的時候遇到瓶頸，抄襲，所以我們每禮拜都要用一種比對，來看做一出東西有抄襲冇，因為那個東西要印出來，本太假看呢，所以按你的嚴重會強調做唔得有抄襲那個事情，所以如果按你比對哈，按你專門一人做那個比對的工作，對，每個禮拜要產出的時候，他要交給評審看，我們就會先做到這樣子的抄襲的比對，這樣。等於如果也俾我哋嘅教材裏邊，其實最主要
爱注重啊种我哋的原创，吼，的最原始的创意，吼，但是因为其实我哋有时些学习的东西，吼，可能太细细可能写出来的东西会大大小小巧妙，但是也要大大小小都来系大还是小？大嘅话人家都讲唔係吵嘅，好小嘅话人家都因为讲也係致敬，但是有因为像有一种教材，係嗰種他嘅演出去，你等人有看到，尤其係一種教育嘅一啲東西，我相信用放大鏡看嘅人會懂。对，所以也很太壓力過大。对，就觉得最难过还有一个就是吼，一种艺术的东西吼，某一天的标准。高校安尼有一点印象规则，安尼发三合院，然后那个评审对三合院第一绕是高低这个东西，他就非常的要求，所以我们常常就是可能文编写好，每边的图一再的都在被退被改这样子，对，因为像这些专家学者都有他们自己的坚持跟原则，对，因为我哋讲，慢慢讲生意呢。可能冇看過三合院啦，因為點解唔喺潛三合院，嗰度聲音嘅路起名路好潛，但是伊潛嘅去聲音嘅可能，馬唔知講伊係客家嘅，還是河洛嘅，還是哪樣式嘅，你只要畫出來，伊畫嘅去評審嘅人就講，你也唔係我哋客家嘅。对，主持人说到重点了，尤其是我的10个编审里面，哈，可能要3枚还是客家人，有7个都是河洛人或者是原民哦，所以他对客家文化不是那么了解，所以我们每1个月都要开一个他们的教师真能工作坊，就是我们会请像周正斌老师啊这些在地的耆老先给我们上一下课，说。我们这一个单元要上什么，要写什么，然后给耆老给我们正确的一个文化融入的一个概念在里面，这样对。嗰時候做嘅客家本味嘅教材其實冇咁簡單，因為其實嘅地步，如果度要注意嘅細角角，其實喺我哋喺我哋咪嗰度好精彩故事。欢迎过来，福起来！上到节目，我哋来自重庆本社会陈淑菲陈教授同我哋分享讲，乜嘅按到客家本味嘅艺术教材。因为初初我哋陈教授在讲一件教材時，其實講到雲淡風輕啦。但是其實我哋啲內前嘅人都提講，其實一本別嘅教材冇咁簡單。好，同時有啲教材其實中間有經過咁嘅波折。好，那對於我哋國語後都變成我哋咧客家本味藝術教材，我哋係咪對文編開始？因為頭都先生講，唔可以講抄襲，有時抄襲唔係文編人嘅一啲故意嘅事情。好，因為可能有時談下故事寫放落嘅時就會大同小異。哦，咁像頭都咪有講到講，呢度我講抄襲，你派一啲人去比對，我用嚟去比對。安尼有一個系統。就像你的論文比對系統，快刀系統，對嘛？係用一個系統去比對，所以係對網絡上抄某一款就低。嗰入面套教材編的吼，唔係像本重新的寫的嘛，唔係比平農園的寫的，可能佢本改道路背的客家學校的欣賞啊，個學生的用，所以安尼對民意的文化的來源啊、起源也都安尼攞一個重視。加上文編又嗰度唔係客人啊，安尼用嘅本也就唔係客人的人，又可以將客家文化寫出來。所以安尼之前呢，文編呢數位教師真人工作，安尼就花個多時間，安尼確定過以下東西係正確的，也可以用。對啊，後擺講真呢，文編有沒有抄襲，怕去幹嘛唔知。加上也下網絡上嗰度嘅東西又係假的，或者是不正確的，所以安尼下就會仰望專家學者給人陪跑，就是透過專家學者的專業的給人講，也個東西安尼寫來嘛。所以其實過程點個沮喪，後擺個就唔會寫，因為一直寫又俾人改，然後一個圖畫嘅像金志廷好嘅，美濃嘅金志廷，後擺文編也冇去美濃看過啦吼。
所以就从网络上的金字体，网络的金字体，每个金字体都上的无相同，所以连萝卜的砖头有几块，安尼的专家学者都会亲自给安尼点阅讲，也个唔免美容的金字体，安尼就真的后来画也个金字体，安尼就全部用了美容款，甚至一个八公啊，印象最差，原来土地八公有按度的八公诶。有的位八公还在上安尼就画一个，个日本专家讲下一个唔系安尼美容的八公，所以安尼要重新要去考究过一样八公啊。可是唐安咱来讲的话，应该讲，其实做一的算是两头炸啦哈，也高中嘛哈，那带领下的设备，唔单止係文边，还有人面边，还有中间的一啲高度的人来讲的话，其实一种人就quite多唔係行業，好，唔係行業都算嚟哦，好。因為喺行業有啲人本人強嘅人冇唔知按路批嘅東西啦，嗰時伊就一開始做事以前要先訓練伊，好訓練以後，伊只是上去做事情，因為健康嘅人太容易去迷路，可以尋東西，但是迷路好多東西真的真假假，好伊冇咪講故意教，伊可能即個嘛搞唔清楚，也係咩嘢東西，嗰寫出來嘅時間，你發現唔啱嘅。線上看嚟都唔知你哋想乜嘅，好，我咯好不容易我哋咧文邊好嘅哦，好，譬如講金絲田，好講美容金絲田，伊畫個伊女僕嘅哩，就係安尼啊。咁安尼時間，能用去雕一兩片，係咪由文章出來，能去雕美邊係咪？所以安尼文编先写好诶吼，我就会先基本安尼评审委员看，也就等专家学者看，然后文编写内容系从么，从安尼样很美编吧，唔好讲画起来全部要爱改，所以安尼我有改到一教、二教、三教，所以安尼呢专家学者其实很辛苦，就是也批安尼吼，一张页可能都会4-5次批安尼。就是一批的又有时间压力，可能必须要在什么时间内完成这样。因為我都想講，哇，寫的有本現場看，現場要推過來，然後要在本現場講頭都推過來，從嘛吼，好不容易都OK，個錯嘅喲，好要帶去本嘅美術編輯去畫圖，好也一畫有可能唔錯，要推，咁問題唔要按到個教材來講，能花一段時間去完成。其實每一個像是咧文安尼編輯人員吼，對早上頭7點半開始，到下晝頭4點，包括下擺禮拜六、禮拜天、寒暑假來加班呢，就是一經修，然後又有進度又要跟趕，所以一方面要顧進度，一方面又要修原本錯誤的部分。所以我感覺呀，做編審人員是真的很辛苦，真的是鬼辛苦，因為伊鬼投入唔係行業嘛，係啊。可是你看到，你馬上入去伊個行業的伊個教材、伊個編音地位，然後馬上要入去個創工，然後又要寫文章，然後最慢又要畫圖呀，件事情，一前後花一段時間去完成一套教材。一個藝術教材差不多1年，不過也因為安尼過多的編輯人員，還在安尼講下編文國語，所以其實安尼已經有過多的編輯經驗呢，樣可以按夾。個安尼嘛感到講，雖然安尼在閩南語的寫客家教材吼，我講喺中國語的教材，你可以用閩南語的寫到安尼客家文化可以深入。我就想一套教材，即便給他們本科裝小學堂，也嘛可以。就是更加了解亞洲文化，對，所以我們那時候是想說，我覺得閩南人來編客家文化教材也不錯，因為安尼可以透過演的角度，再來經驗是安尼的客家文化。對，因為當我希望講，當我喺行業可以去直接去寫編一啲教材嘅話，當我係最方便，多少其實冇簡單嘅啦，因為其實而家生意咧，唔講而家了解幾多幾古老都是冇按到，但是講到更加有係一啲好多人，甚至係人出面，來編一教材，用一定嘅角度，用一定學習嘅方法，重新去了解嘅東西。有時間我哋因為講，習以為常，我唔做個亂嘅呀。那對於你嚟講，佢貼喺度，同我哋都冇共用，冇同我哋嘅文化，又有一些共用嘅時間，呢種差異性如果睇下便宜，你喺別人嘅冇共用。展現出來。所以一個教材我能感到，就除了頭都主持人講用閩南語的
闽南语的角度来看个教材，还有俺们周围各种动画，就是俺们干客家民间哈，用俺们动画的呈现，就是俺们严总讲的越在地越国际，用的跟我们本客家文化像 Q 个对屏东，Q 个对台湾，俺们用的本各种人有看到俺们的客家文化，所以像俺们家东有私人步道，俺们比主持人地嘛，俺们就私人步道一条的家东央看得到，俺们就透过课文，俺们透过俺们动画。俺们盖个私人步道，就算我对米嘅冇看过，我嘛可以透过来动画来看哦，原来俺们咧家东嘅私人步道已经建制咧按完整保存咧按好。因为头中俺哋咧高中都讲到俺哋动画，因为俺哋提供俺哋第一套俺哋咧关于做出来的事情，其实是有做一个动画嘛，哈。我想到我的那意识客家方面意识教材嘛有做动画，对，俺们就同步，对，这个同步规定讲呢，因为同步等于如果要有一批人同时去做一件事情，对，又是另外一批人哦，又是另外一笔经费，嘿，你等我讲同步嘛，要日本人已经无限制大啦，唔可能在是同步做嘅动画，嗰些动画係委托嘛人做嘅咯。俺们要个动画出，俺们去给剪脚本之外，俺们真的去请都不会专家，就是专门剪辑的人哦，透过他们的专业，给俺们的脚本又该修了，变成一个影片，俺们，所以其实真的有委外，就是请专家，因为香港有个动画不贵都认可，所以俺们要精致度越高，俺们就个要求。那其实就做嘛，我选择用通话来代表你一些所有教材地方一啲个剪法部分咯。像一下呢，有做一个攻炮城，可是多年都没看过攻炮城，尤其是后多人，他也不会知道说，攻炮城对俺们客家人的意义跟历史的传承哈，俺们透过动画也要说，就俺们好刚举办攻炮城，各种闽南语，各种闽南人的跳，你会看到哦，原来它是这样子一个这么有趣的一个文化的源流跟活动这样子，所以我们有个动画，你透过，而且小孩子看动画会比他看课本，他更喜欢，对，所以我们所以你看到动画都感觉哦，都感觉会神奇，而且动画本来虽然讲白黑暗的，但是也会弄深入那边里边，我想了另外一件事情，我都会反想到无同的事情。嗰種人咧，人哋客家本面意識教材推出以後，喺睇教學方面有乜嘅影響？佢什麼事情？佢睇問題啊，跟俺們想嘅都冇相同。俺都想過，俺一套教材寫得按好嘅，專家學者嘛，本來按各位評價哈，後講老師一定會歸好用。後來俺們發現，去到現場試行其他呀，哈，俺們出現過睇問題，因為搞藝術嘅課程嘅老師哈。某一天拢係客家人，我唔知。對，加上佢都介紹某專門的藝術老師，所以一套教材又有視覺表演跟聽覺藝術，他把又會從客家搞，所以你才會發現說，哇，原來說一個對現場的老師係一大挑戰。咁你們一個問題發生咧，俺哋想講用嘅計計，然後又要不老師要用一套教材嘛，所以俺哋對客家暑假攏會辦真人演習，咁一到全部藝術老師走自己方來，俺哋教人個。用俺们就是专门为了这个老师又编了一套教师手册，对，比一个看到就会第二用来搞。对，如果因为教材编出来以后，冇想到真係一搞嘅時候，發現哦，冇錯，現場嘅現象，如果都唔係客人啊，對人講嘅按腰，講按詳細。伊嘛看唔出，對，我都講，伊嘛冇辦法講，譬如講，人家圖包嘅按正式。好，底部那些東西其實愛說明呢，好，伊的嘛內容都重點，不是愛有一個教師手冊教一公用而使用也都教材。所以俺們他又在同步編了一個教師手冊，一邊寫一邊試行，俺們要等全部書攏編好的樣對現場試行，俺們譬如說第三冊寫好的吼，俺就剛剛很第三冊老師可是搞不演現場看那套教材我太難。也還太簡單嘛，對，所以俺們就這事情家就發現過，哦，某教師手冊不行。可是冇想到，伊哋看方來設計嘅幾好嘅教材，但是唔夠本先生嘅時間，先生我唔點樣教啊？休息下，喺香港嘅環嗰度個精彩故事。
欢迎过来，福起来！收到节目，我就来自屏东重庆国社会程序的教场，同你分享讲，也要用客家本地的艺术教材，以当初的一啲一项的情形。我想请问一下因为头头你那个讲，因为在教学的时间，才发现讲，人欣赏有几多唔要行人嘅。可是因为我有啲行业有啲东西，佢成本嘛唔低啦。可是一听到有一啲跟人讲教师手册来教一啲讲用的一门用日本教材，问题係我哋咧最主要學生嘅伊哋利用亞嘅教材上課以後，一定即個反應嘅嘛。其實比我想嘅更好誒，伊幾多閩南語嘅學生嘅然後因為佢一個套教材，伊也變得幾好學客家話，然後以為對客家話佢有興趣，佢亦會跟人爸爸媽媽講，所以然後教幾多闽南語嘅學生嘅來先讀客家語。对，那又想讲，你又本客家语的推广，又无形中又变那个，又推得更深更广。咁这个有想到讲，一中间的一啲变化係嘛？係有乜嘅東西上一定變成對客家文化有一個按好嘅興趣咯。我感到學生哦，就像一個種子，迄對我唔比嘅東西夠有趣、夠豐富，而且會透過牙頭教材，又去自己去更深入一個文化中。等於如果講，係唔係講以前人哋有時講，客家文化嘅本土教育，嚇，人哋好多嘅本土教育，其實都貼講喺度，我哋再貼嘅東西，即個本地嘅東西啦。可是對咁多譬如講，我喺行業，我要開好多嘅時間，除非講我最本身對佢有興趣。因為有時我會接觸到講，佢講到呢個，哎呀，係便宜嘅東西。其實，但是聽人哋，你從個生活地方，客家好多人出名，其實他一路生活都同樣嘅。我喺我嘅隔壁都有啲親師田，但是我隔壁都有啲賣好多麵呢。從我都聽講，其實台灣嘅生活係啲多人用下嘅生活，可是變成因為教材睇實際嘅時間，其實都唔單止係呢度行業，唔係行業本地，係其實係台灣本地，可是。嘛還有一啲有好多年咧，講編織人員嚟做一啲國圖嘅時間，變成我見咩嘢可能講好多花樣嚟看嘅時間，唔會感覺到按排外啊，唔會講到講也係客家本地嘅東西。可是接觸到一個以後，你慢慢講，其實我冇幾神奇。65%還在行業哦。那他明白我對從上年哦，我提新年，然後係65%。啱講係感到充滿人推客家家庭，然後係對客家自己本身咧，爸爸媽媽還在行業咧，對推客語家庭吼，我也發現也客語家庭幾多還在閩南語家庭嘅家庭，因為按人咧聲音咧，以為去教佢講客話，以為去講金志廷嘅故事，嗰本也有爸爸媽媽想去參加客語中高級認證咧。所以按你今年中高級認證的人變得幾多，而且真係冇簡單咧，因為其實當初重資係我哋最擔心嘅一個地方，因為重資哦，佢接近屏東市，嗰時其實像重資雖然講伊係一啲客家種，但是相比方聯絡來講嘅話，其實重資嗰講客話人比你係高少嘅，因為重資屏東特權咧，嗰時也被稀釋得很厲害，但是我冇想到講一啲教材可以慢慢地改變下情形。所以像按你參加客語生活哈，也就聲音呢，按你去代表學校比賽拿到全國特優的，攏係閩南語的聲音呢佔了一半呢。我相信客未必冇想到，評審都睇唔出來，包括去出去比賽口說的，我攏跟評審講，一地方有兩個含在閩南語的聲音呢，你一定看不出來。佢初一推教材，你而家哋重新推廣以後，而家教材其實以對屏東人嚟講嘅話，係咪變成你一啲學教路可以先用一推教材嚟做我哋呢學語嘅一啲教材？能有額外別的一包班的營養嘅教材。的松本各個有申請的學校，像可能就是從內埔國小就可能申請的90幾套，以用一套教材去取代原本的藝術教材。對。可是等於如果我哋院內嘅國嘅學校吼，嗰種講希望講話去擁有部分嘅話可以去申請，但是100萬來哪辦咯？嗰種係全部都申請嘅話，100萬都可以一坨坨。唔過牙套教材，安尼希望做到還在拋磚引玉。我唔錯啦，我唔錯。有一個安好嘅東西，我有幾多年，不管以後高雄市啊、南苗栗啊，來個安尼向下相同嘛，可以變出一個教材的。但是問題係講，像見到啲我看到也要教材嚟講嘅話，我哋係用申請嗰度要講要花，還是講要買的人？
用绳呀，他用绳枪就有。好教人可以成长未？好教人可以绳枪。嗰種比如講，我喺伊個，比如我喺綠隊嘅主題，哦，我今日睇台北，我希望講我識，我今日可能我節目，我可能一套教材，我因為講，我識你哋睇台北，哦，我希望講，伊嘛可以用到也嘅，我哋屏東菜地邊嘅伊啲客家本地藝術教材。請問我該怎麼辦呢？校長？跟屏東縣政府申請。哦，可以啊，可以私人申請哦。對，就是透過跟屏東縣政府的教育處，對，也就有一個管道跟窗口。啊，真的嗎？對。剛才一點吼，剛我哋那節目是幾多人看咯？我啲啊。可是我多時間，我哋那天發看到我俾你打爆。我們很熱見其成，可以有更多人喜歡它。因為其實對於我哋屏東來講嘅話，其實綠隊算是我哋南部嘅行業佢太不一樣，太不一樣地方，大部分都係屏東。嗰時候喺教材嚟講，以前我哋講有鄉土教材啦，嗰時個鄉土教材有時間喺嗰度老師自家編啦，我都建議講我哋我哋行業嘅一套，我哋教材去改變。但是對新人來講嘅話，有幾多個東西其實新人還是適合新人嘅教材。可是如果按你一啲教材一啲生產出來，我相信對於我哋屏東人來講嘅話嘛，我對全台灣嘅一啲行業教育來講嘅話嘛，其實係一啲最重要嘅里程碑。咁唔知講到，你這個對一件事情有成就感嗎？有啊，還是全部疲累感？沒有，丫頭教材最好嘅係在吼，像把人嘅鄉土教材，咁樣嘅教材最大不同係在用嘅鄉土教材可能係在自家一啲學校編嘅，所以丫嘅教材是透過課綱，所以它三年生學嘛嘅，4年生學嘛嘅，對，有一個系統，每個我4年生學過嘅，5年生又再來學一次，安尼希望講透過丫個教材，可以對4年度裡面跟所有的客家的本位的文化融合在裡面，那這是跟鄉土教材最大的不同。佢從一地方，你話有個印象幾深嘅一啲內容？屏東之光。乜講到屏東之光？屏東之光幾多啊？對，安尼我想講吼，安尼攏做嘅幾多事情，按過攏冇人家用咧幾有系統嘅方法該留下來。我安尼透過一個教材，安尼跟屏東按多年，安尼關於客家文化的努力跟源流，安尼都要做一個屏東之光的專輯，也讓外縣市的人看說，我們不只介紹台北的客家，安尼嘛，跟屏東安尼作為客家，譬如說明華園的表演步月火燒、雅過城、雅故事，或者是火燒莊，安尼全部都有收入的對呀個，喺一塊土地上面咧，睇睇細細嘅事情，全部熟悉起來。因為有啲東西跟到冇熟悉起來嘅話，其實新人嘅冇像我哋睇人會以前按到資料。對。可是我們把你熟起來嘅時候，我能講新人嘅一屆看過一遍，聽一屆看過聽一遍，第三屆看過一遍。一條歷史都變成亞歷史，因為有譬如講我哋屏東曾經係出過全世界少棒冠軍嘅地方，其實伊哋唔知啊，因為伊哋未經人睇嘅。咁同時我哋屏東又出現乜嘅東西，其實伊哋未經人睇嘅。其實可能我對一個睇嘅時間有興趣，以 Google 然後我哋，但是其他睇教材地方，你都提講其實我哋故鄉，唔係我哋台灣米爆水呢，其實我哋係。反過來看，我哋咪喺台灣聽，我哋睇下台灣咩地方，你看生產到呢度東西，我哋啲綠隊嘅產生，我哋要幾多嘅棒球隊，我哋要幾多嘅厲害嘅運動員，我哋要幾多嘅教書，幾多嘅醫生，我本身也都還是有呢一件事情。我想透過一個教材，找回俺哋這個生命對一個城市嘅光榮感。對故鄉的認同，而不是說，俺哋都冇該收拾起來，而是咁啲，俺哋自己做俺懂嘅事情。其實對透過一啲客家教材，我唔單是認識客家文化，同時係認識自家嘅故鄉。可是我最尾個想問你講，你這個係閩農人嘛？嗬，閩農人對特殊一件事情佢從事，對，聽人家說地包辦嚟嘛？我呀，我自己好受惠於教育翻轉。就是我喊聲，我爸爸跟媽媽真係個嚴格啊，就是伊攏唔本愛出去聊，伊攏希望講我可以讀書，也可以出去，也可以翻轉去家不一樣的命運。所以我攏一下去家嚟做高中，我攏跟聲音嚟講，我係認真讀書啊，吼，唔係為了也要考第一名。
所以我更希望透过读书，让其他可以选择以去搞好的职业，而不是为了谋生去做一个工作。对。一部分我想問講，當初係因為講唔係細妹嘅關係，希望講唔多讀書，還是講睇人嘅家族條件，因為讀書係一個反轉機會，從上嚟講反轉階級嘅一個最重要嘅一個機會咯。我這個社會教育反轉，所以我更希望我細年的馬可以因為讀書，然後可以改變他們之後選擇職業或者是生活上面的品質，對。可是至少對人嘅你哋嚟講嘅話，你至少會發現到講，其實讀書嗰件事情，不用人嘅階級、社會階級，我哋講社會階級嘅反轉，其實變成一個幾清楚嘅一個案例啦。我說嘛，希望講自家嘅經驗可以帶本重新過生活，都講我哋幾多嘅小朋友，希望講佢哋可以讀書，用自家有機會去選擇自家想要嘅生活。想重新上一個高中哈，就是弄喺美容院，這個就是來高中個特別的地方，對，就一樣弄喺客家人，個人可以透過讀書來翻轉自家命運，所以我嘛個希望透過一個教材，能夠到客家人攏清楚來自家光榮感。同時嘛，可以了解自家嘅土地，自家文化一件事情，同時嘛可以講嗰種。因為講也會教材幾好，可以同我哋呢屏東縣教育部後來申請也部門，因為我想講好嘅東西真是要本他個人哋，唔好講這個變好啦，個講到幾下個我唔敢本人哋哦，因為好嘅東西真係要本他個人哋，佢錢嘅事情都交本縣長自己去處理啦，因為好嘅東西本他個人哋，其實係屏東之光。好，嗰種我哋台北咧通常會，因為講我哋生意咧嘛上頭也頭，但是因為我哋喺台北市講我哋冇嘛，我哋可以申請，都是這樣看，佢嗰種拿出去嘅時間，我同他人講，哦，我哋屏東縣這個邊嘅呢，咁麼係啲幾驕傲嘅事情。我說今年我哋成高中嘅事情，我同人講，其實讀書一件事情，唔單止可以得到幾多知識，同時可以反轉自己命運，用自己未來。可以選到自己想要做嘅事情。今日感謝我哋成高中嘅現場同我分享嘅故事。感謝主持人，感謝大家。休息一下喎，得聽我哋現場來傾下運通哦。我看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